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日本敢有搁要换首相？咱咧讲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那颠倒摆讲，敢也是如此。日本整体政治社会值得咱来关注，经济发展也是执政的保命符。咱今仔日4位专家学者到底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碩士班助理教授池鳳馨。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政大國際事務學院兼任副教授陳文甲。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所副研究員魏崇德。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在線頂的是，也是啦人伫東京淡江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洪耀南。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先來關心，這擺日本的參議院大選的結果，自民黨創下70年來頭一擺佇參眾兩院攏是少數執政的情形，首相招破幕。來舉行着記者會，伊表示伊閣會繼續留任，袂落台。日本參議院大選結果出來，執政的自民黨甲國民黨聯名確定無過半，互自民黨創黨70年來頭一擺佇參眾兩院爭做少數執政黨現任首相石破茂就安尼面臨黨內逼宮的聲音。石破的去留，最重要的取決在岸田文雄跟麻生太郎的態度啦。不見得能夠在黨內發動爭吵，對他逼宮，對石破茂逼宮，可以順利把他趕下來。最大的原因是因為，縱使把石破茂趕下台，選了一個新總裁，也不見得會被眾院這個多數來支持啦。石破茂目前雖然無主動請辭議員，也毋過前首相岸田文雄，紅點名可能閣轉來，將經濟安保大臣高市早苗甲小林英姿也有意競爭，也毋過學者指出，佇日本面對內外挑戰的這個時陣，首相換人恐驚互局勢閣較不安。另外，主張日本人優先的極右派參政黨，爭做這擺大選的烏馬，學者分析可能只是出現一個都無啊。基本上都針對那個地區的這些外國移民講話。然後去鼓動日本人去反對他們，這樣的一個政黨當然不能夠代表是一個正常的一個日本，但是它是現階段在這個日本的這樣的一種很困難的一個經濟底下所形成的。日本的這個整個體制來講，還是以眾議院為主，自民黨的這個自公聯盟還是佔多數的情況之下，我覺得台日關係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學者認為，日本在野西來的政治光譜範圍上大，真歹整合對抗自民黨，台日關係未受相當影響，也毋過能夠對日本朝野攏愛多方面的結緣。公視新聞採訪報道。觀眾朋友可能會了解講，日本就是咱的厝邊，吼，甲咱的關係真好，所以咱必須要來了解講，日本伊個政治加經濟情形，但是其實不止如此。那麼自從安倍首相佢被刺殺了後，日本的這政治的這個情形變動其實是真大，伊的派系啦、經濟啦，去年咱咧預測講，伊通貨膨脹是好啊歹。那麼這擺到底現場選舉的情形是如何？我首先要請在日本觀察選舉的這洪教授教授你先甲人講你去遐看到講。第一，我知影講投票率有較懸，是少年人投較踴躍，還是即個中年人為咗家己顧巴肚出來投票？那麼，即個先甲我回答，我再來繼續問你講，自民黨是安怎失敗？基本上是少年人投票意願增加啦，因為不管提早投票的人，嘛創下歷史的記錄，即個投票率嘛是自2000年以來。升上懸的所以投票率是增加，這大部分是少年的。但是我是先講一個，拄仔咧講的講，伊是少數執政，唔是啦，伊是無過半執政啦。畢竟伊伫咧兩院嘛是佫是上大黨，伊是敢若無過半，所以這咱拄仔咧新聞的票頭咧講少數執政，唔是不過半的執政。
无过半即种吼，啊毋就敢若亲像即马民进党在台湾的情形咯。但是伊在野受过分裂啊，伊无统一一个对抗的力量出来。哦，这是无共款的所在吼。对。啊，第二点，招破连续秀吼，会使讲这70年以来吼，咱甲自民党的民主写了，敢会当安尼讲？但是这经济伊才上台差不多半冬有无？差不多半冬。去年9月份。9月份啊，半冬较加吼，伊敢有做毋到代志？无，主要是吼，因为主要咧来形容，就是讲伊咧讲话啰嗦啦，啊无较阿萨利，啊搁而且无魄力啦，吼啊所以对外感觉讲啊这较无迄个叫做领袖的种形象啦，哦这基本上大家对，啊基本上就是讲伊无迄种大改变。啊，因毕竟伊是无过半众议院的执政，所以伊一寡政策改变足困难的啦。吼啊，即届批评伊上严重的是国民主党，伊感觉讲伊较早甲伊讲好的要合作的议题，到尾拢讲拢无准成。所以其实是因为在国会内面，伊无够有魄力，还是讲无迄个人气吼，然后来揭穿，比如外口民众的要求，啊，甲乌烟，啊，地书就讲，即个国会内面无爱甲伊合作，所以伊煞袂叮当，伊要所改革的物件。因为讲上简单的米的介绍，一届已经差年外，讲足早知影米无够，啊，只米起价，结果伊拢无处理，一直拖到已经有一个迄农业部长讲唔对话，才开始处理。吼，迄速度上就已经互民众已经不满啦。吼，啊，这米嘛是即届日本甲美国咧谈判是关键的。川普一直讲，啊，我都有米啊，你就打买米啊。吼，啊，就嘛坚持买哦，因为日本嘛是有迄农协，就是咱咧农会的组织嘛。所以即届一寡自民党伊伫传统的选区，伫咧农村的选区，啊，出米的选区，伊拢选了歹。较早拢是稳做稳的所在，即届拢败去啊。就是讲伊上赢的所在拢败去啊，所以伫党内提名嘛是一寡问题。哦，即届提名大部分拢是干事长深山咧处理的。哦，啊，即个是主张要来甲立宪民主党合作的一个上有力的。哦，啊嘛是识破上重要的一个动机啊。洪老师，安尼讲起来吼，即个招破无一块好个啊，啊伊啊佫交面皮，佫会留。歹势吼，我讲交面皮是形容词啦，就讲伊是安怎有这坚持这理由是讲，反正我就是不爱叮当，我毋是接受这种，我只是无过半的这种，我若是来定调的，你嘛无奈我何，因为你若夹袂起来。无，伊主要是安尼啦，就是讲已经连3败啊，去年的众议院1败，啊，顶个京都议员选举嘛失败。佮即届参议员失败3败啦，哦，那3败为什么毋免落台？第一，即马换什么人起来，可能自民党爱改选众议院，伊嘛佮败选，可能会较严重。啊，佮来在野的，感觉讲识破老伫咧遐对因上好，因为识破无作为嘛，啊，对自民党嘛是一伤害嘛，啊，对大家党感觉讲，这若随时要选举要准备咯。哦，那识破伫遮，对大家拢轻小马本的意思啦。嘿，啊，大家无都免讲小马本，就是讲伊伫遐时阵对大家拢有利嘛。就是讲咱个，像讲民进党讲啊，要朱立伦啊，做党主席，民进党拢选赢嘛，所以莫互落台，安尼上好。概念是安尼啦。但是事实上是毋是如此？日本的经济也是真济少年的选民真爱注重的所在吼。洪老师，你在线顶稍等下，我先转来这病来吼，来请教齐老师吼。是，齐老师，即头拄仔咱开讲的时候，咱也讲日本的经济因素是这一次选举的主场，是大家真看重，少年人拢冲出来投票，吼。但是如果那招破一直老掉的，这对大家拢不利呢？啊，敢有这种可能性？即马吼，大家看都昨开始一直到即马，足奇怪，大家问题先问啦。啊，招破无即届，敢阁留会掉啦？
吼，头拄啊，洪老师已经有讲啊，吼，都去年的迄个10月、11月迄个国会大选啦，吼，啊，甲6月东京都的议员选举，甲前2天的参议员的选举啦，吼，连3败啦。这种的吼，老实讲，từ 1955年以来，自民党自创党以来，到即马70年，毋捌拄过这种代志，因上无会加嘛一个党，一个上无众议，上无参议，哦，都一定有一个就对。啊，结果3连败无好，啊无了，伊即马就变做少数执政，吼，虽然伊是联合执政，无毋对来甲国民党啦，吼，但是伊少数执政的状况下。这实在是已经互大家感觉都不可思议啦，吼！即摆问题来啊，伊前2天昨有讲，我即阵吼无法度落来的原因是还阁含美国伫遐咧谈判迄个关税代志。起厝起一半，师傅唔通换。就大概是这意思吼。虽然我即届失败，我知影我嘛承认，吼啊，但是因为甲美国的美国即摆谈判吼。我无法度放手啦吼，老实讲，这另外咱倒边想啦吼，伊讲的也有道理啦。若要讲叫烂摊子，8月1号、8月1号到，因为这是川普伊定的日子啊。通牒。通牒啊！即摆你若无甲我创好势，咱来知影呢，日本甲美国的迄个关税迄个谈判是伊上早呢，4月16号伊上早哦，一直到6月拢总7遍，啊，佫谈袂好势，表示。这问题足大个啦吼，有可能川普感觉讲，我美国损失较大，我要安怎改？因为伊是生理人，所以伊用生理人的思考，我要安怎会当平复啦吼？莫讲我美国要甲你食，要安怎？伊嘛是有国家利益伫个啊，也好。啊，即马怎变做石保姆伊无法度落来，是无安尼啦。即马若正刚要甲我创落来吼，老实讲，在野党有力啦。伊就提出迄个内阁不信任案，不信任案，我就提出一定会赢嘛。即马问题来啊，谁要接？立宪民主党迄个野田伊家己讲哦，咱后壁的状况还阁小看一下哦。啊，其他的3个小党讲哦，比如讲迄个，伊遐看起来嘛，规盘鱼啊转头咧。对啊，国民民主党伊嘛讲，无我即届我顶届互你变一个，哇，103万，甲咱顶届直接讲103万，要提高到178万咯，迄个消费税，迄个门槛咯。啊，结果伊就无照聘照行啦，啊，所以玉木都要歹甲伊的支持者，甲伊的党来交代啦，就起毛歹。哦，啊，即届参政党一开始伊就讲会无，我甲你的路线无共款。哦，啊，佮另外一个日本维新会讲无，我甲你无，所以变做无啊，啊无要安怎办？伊若要创一个执政大联盟嘛，爱有在野党愿意甲你夹无？哇，啊，这个烂残存路咧。哦，这问题足大，所以我受想的吼，其实伊暂时无落来嘛是对。安怎讲你知哦？咱其实看吼，表面上看吼，伊即届有影啦。选了无好，我无法度讲伊惨败啦吼。伊但是正讲选了无好，因为伊本来讲，我若自公联盟有50席，我就过半，对无？结果因两个加起来47席，吼，实在是无过半。咱老实讲啦，吼，啊，就足侪迄个负面的、迄个无好的听的话拢甲伊啊。但是你也知影，伊拢总加起来还阁122席呢。参议员的总席次拢总248席，伊122席，差4席，差4席哦。啊，迄个在野定赢126席，伊嘛才过1-2席尔。我意思是讲，伊的基本盘佫足完在哦。伊只是损失是啥咧？咱咧讲叫做中间的选民啦，吼，也是即种叫做本来保守的，佫走去佫保守去，佫走去保。就是咱咧讲参政党迄边的啦，吼，也是讲迄个经济选民即种的啦，吼，其实有走调足济，哦，但是走调了，伊还阁有原在遮的伊的基本。老师，那安尼照你讲，因的经济路线、国际关系路线、对台湾的路线，会改变无大。伊暂时无法度去考虑遮个啦，伊家己都要饲家都无够啊，无法度拍拖。伊家己都要落台，都无法度嘛。啊，但是
即马看即个日本政坛即个方向吼，你看伊拢无动，伊嘛无讲我要提出内阁不信任案，伊嘛无安尼讲，就表示讲大家看有积极啦。若要讲吼，讲一个较俏皮话啦吼，啊，你这烂摊子我是要安怎收啦，无你家己收啦，啊，阮拢卖动啦，吼，啊，阮拢算讲暗中甲你支持啦，啊，互你8月1号，你好好啊甲川普，你甲伊讲，你要安怎甲伊讲，迄是你爱想办法，因为这是日本国家的利益的问题。但是你若讲了无好，吼，还是讲无达成迄个咱的预期的效果，安尼来足紧的哦。8月9月会要互伊改选嘛，无遐简单的，伊爱经过2关的，一个是自民党总裁爱改选，佮一个是国会爱改选的。干那这2关，你家想看觅？这都无甲你对去啊！哦，啊，就无甲你对去啊！啊，在野党你若要联合嘛会使，即摆你若甲扳倒自民党，无问题，问题出来啊！即摆想要化解，因为野田无一定，即摆有呼声有讲，迄个国民民主党的迄个玉木雄一郎。即个人选袂歹，问题是伊的支持度，对伊的基本盘无大甲讲你会当来执政啦。所以老实讲，这在野党其实即摆嘛头疼啦。你若要甲伊扳倒，反而国政会一团乱啦。这种状况一定毋是日本国民希望看的结果啦。稳定优先的民族性。先稳定，吼后壁再过来看要，搁一个就是伊其实安德贴波伫遐瞧，哪瞧，就是即摆后回来人选要换谁。你头前即马先烂摊子先收拾，后壁下骹的咱的后回的人选嘛爱先瞧，这若无先创好，伊还是以大局为重啦吼，这是我即马初步的看法啦。哦，这是日本的基本的结构吼，但是陈老师，我知影这个，我现在考起来，吼，高市早苗啊，伊这本队就开始咧选举的一初，伊就讲我要来进出。首相，伊在这个其中打考，那像洪老师甲齐老师所讲的，伊敢有这阵时会请出来讲，来我来打，因为伊早期的时候派 DC 华盛顿 DC 的这个记者，甲美国的这个政治的关系，伊也算比较来讲，伊应该是较了解，敢有可能？过去。哦，是安尼来看吼。其实即个按怎分析是安怎？就迄个石破的伊个，哦，石破伊个失败原因啦。伊讲失败好啊，吼，因为伊无过半嘛。伊讲若50岁叫做成功，无50叫做失败嘛。安尼讲失败就好啊。当然上大原因就是美国原因，因为外交部分伊创得无好势。伊念知影为1945年到即马已经80年，日本拢是爱乖乖听美国的话，但是即颗。哦，石破，伊就认为讲哦，算讲不要紧，你倒我创，我就来甲中国合作。啊，伊本来伊就亲中的嘛。啊，第二点，按怎是看一个问题，讲美国想要因素是，伊美国的关税对日本是较特别，伊毋是干那经济尔，伊是要透过这个关税来互你讲，哎，一个经济安保甲军事安保合做伙，互美日的同盟更加坚强，来共同来应付中国。哦，这是伊上大目标是伫遮。但是石破包讲，我都无爱配合你，我反正我有中国的起草。第二点，因为伊的金主，老实讲，这个选举，其实不管是麻生，吼，还是迄个岸田派，其实也无咧插效伊，因为伊都伫党内都无势力啊。人气足歹的，嘿，人气足歹的，啊，佮可能个人怨啦，应该是讲个人怨啦。啊，所以伊就去挖中国，因啥呢？挖中国，因按上重就是讲，比日本有上重一个金主，就叫金团联啦。哦，金团链的作用就是讲，我就是金主啊，我金主我就提供你，互你有钱通去选举。啊，金团链以外，佫有2万间的企业伫中国，所以伊就靠势讲啊，我就来邀这我中国的都有，反正都有这金主来台湾欧演，所以就较有机会。所以毋知讲美国伊嘛有伊的想法，哦啊，所以我讲第一点是因为美国因素足重要。啊，像你讲到迄个高市早苗的部分咯，伊高市早苗当天是伊。加迄个加石破啊，伊当地是咧拼的时阵，是第2轮较输的。啊，输的原因就是因为上海输，就是买手就是遐岸田，因遐买手就刷过拢互迄个石破包，所以造成高市早苗伊会输。但是按即摆话看啊，转来啊，其实若当地选高市早苗，可能是对日本较有好处，
因为伊的线路甲川普较共，因为当年是拜登嘛，拜登伊的路线就较，哪里讲会较软只，无像川普遮硬刀，所以哪里讲这个时势做英雄啊！啊，你听讲谭耀齐老师讲讲，伊到底9泡会死袂？我其实是讲，伊选总裁选4届无对，第5届才选对，因为2012年开始选，那你讲话抢都抢袂掉，可能会个吐出来。哦，这是我对伊的观察啦，因为吼，伊的思考是甲一般人无共款啦，所以毋个人玩嘛。大家老实讲对也袂合啊。但是伊民间对伊来讲，民间对伊的印象无讲介歹。是，但是你要想一点，叫欧西上咧。无毋对，但是你想日本，伊要选这个总裁，伊毋是直选，伊毋是间总统无共伊是直选，伊是透过党代表甲迄个国会议员来选的。哎，这有影。这是爱看这伊个派系问题，但是伊派若箍袂掉，伊买手嘛是歹舞啊。所以来看讲，伊即款2个部分会当来演掉。我认为讲哦，伊要搁继续演其他也袂晓演，是安那足侪原因嘛。第一就是讲足简单，用党的部分，因为有2个职务，第就是总裁就是首相。总裁部分因着用所谓因的党的一个规则哦，用透过议员甲地方派。来开始来一个拉把面，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透过地方哦，这群众，互压迫，互失调。啊，另外一个首相的部分，就是谈到迄个齐老师讲的，就是不信任投票，就是讲那这苦苦的，但是这个苦苦的是爱靠啥？爱靠众议员、众议会，因为参议会是无法度人处理。不信任的。所以老实讲，这届伊连3败，这届是老实讲，伊对规个执政是无上大，无什么特关键的影响。伊决定性是伫众议院，但是众议院即马200几席来讲，因端230席，无过半。所以呢，这届若种假设哦，像讲迄个像高市早苗，还是麻生因遮的人，还是甚至岸田也搁要复辟的话，讲上简单，伊都搁扭挂迄个在野党，像这届迄个参政党，伊就足弱的啊，伊路线咧甲迄个有134席，哦，伊选你袂正，选你袂歹，都有够，就是讲伊会扭来扭去，就是讲要将来算倒戈嘛，啊倒戈信任有两个经营，就是就是伊爱实质第一就是讲哦，改选众议员、众议院，啊，但众议员嘛一个冒险啥，伊都败连3败啊，众议员我想嘛是选袂好势啊，迄时阵伊就歹看，大家要定选嘛担嘛吧？对啊，啊所以这个部分我来看呢，9炮买手伊嘛想讲啊好啊，我贵来不如过去好啊，啊无吼，这路来足歹看，哎，这是我个人一个观察。不如过去哦。哇，我看吼，这吼听起来日本的这政治是一言看一言啦，而且现主席可能还佫未顶当着台湾，吼，但是对着美国经济，老师安怎看讲，这一处的经济因素是安确实来影响着这个日本的少年人走出来投票，而且投票率极快。我想讲，这届伊的自民党伊的参议院的失败啊，其实拢有一个原因，就是安倍一直存在啊，可能石破茂伊就是想要摆脱安倍的影响力啦。你想看，就是咱看安倍说是个游轮，安倍的影响一直存在嘛吼。你就看讲过去安倍有执政大概是8年的时间嘛，迄阵啊自民党伊的支持力足悬的嘛，啊可能等伊落来了后，就开始走下坡啊，换石破茂的时阵，啊可能自民党的失败嘛，是因为安倍伊遐个政治现金的问题啊，吼，所以第一摆的时阵是失败是嘛是安倍，就是石破茂伊的这首相迄摆嘛，吼，就是自民党的失败嘛是安倍，可能这届就是爱看伊家己啊嘛，啊可能这届就是讲伊就是想要完全摆脱安倍伊的政策思想，譬如讲安倍3支箭嘛，吼，迄个经济成长政策这个部分，伊嘛发现金呢，系啊，发现金这个部分就是向安倍伊的政策，安倍政策伊就是讲，你爱用日元贬值，增加伊的出口，互企业有趁钱，啊趁钱伊的加薪嘛，啊民众就会去消费，啊，比如说你就要是货币宽松，就是爱互迄个钱吼是管到，银行管到迄个企业去，互伊去做投资嘛。借钱。啊，投资有生产，啊，你有竞争力的时阵，你才有趁钱。但是这敢有善性良性循环，系啊。老师，这虽然是看起来，阮的
进前的评估是讲，无看起来无啥效果，可能伊有带起迄个风潮啊、氛围啊、迄个气氛，互企业想要去投资啊，人民想要去消费啊。像即届你看，其实有即侪支持安倍的票拢流到参政党去。啊，参政党你看伊的政策，伊除了川普之外，你看伊的经济的政策有大部分拢是安倍经济学的部分。你去看伊的选举的遐政策的诉求，所以参政党即届有吸纳做侪迄种安倍过去的支持者，毋是惊少年党。你看40岁到50岁，伊的支持的比例嘛是足悬的，对参政党的部分，吼。但是老师，我要问的就是讲，就破嘛有想讲要来发现金，虽然发了不济了，我查一下，这2万块一百，代票4万啊4000块，代票4000块，我行一抓这个卡布奇，行无5分钟就开了啊。因为安倍迄阵发的迄阵吼，因迄个自民党发的时是 COVID-19 的时阵啊，迄是救急啊，可能救急的，啊，即届2万块到底是发的意义是啥物？就是为了选举嘛，要。啊，临时发的嘛，这伊讲袂通嘛，所以这提有加量的哦。啊，大家拢甲批评啦。啊，像迄些在野党，譬如说迄个樱木雄一郎，迄个国民民主党嘛，伊就批评讲，为什么把用减税，从消费税减下来，何必搁去发这个钱？反正拢是你要互民众的可支配所得要提升嘛，哦。你有迄可支配所得提升，你较有法度去消费。所以也算讲也做唔对咯。所以这部分拢是临时救急章，伊就看讲这部分咧有选举那就袂赢，伊就是用这个临时的做法去做嘛。啊，像这外国人的劳动者的管理的制度，伊嘛是选举前几天，他成立一个什么办公室，哦，来讲要来管理这外国人的劳动力嘛。讲拢嘛是救急章，毋是讲参政党伊进前就提出这个外国人伊的管理要有一个什么正式的。政府机构来管理嘛，吼，啊，就是这部分自民党即届选举的进程拢是看别人安怎做，而且迄种民众的气氛、民众的反应是安怎，伊较急就章，毋是讲有一个长期有一个政策规划的迄个蓝图。所以魏老师，你有感觉讲伊掠少年人的心态掠袂准？因为即届像参政党，伊即届就是伊本来伊即个。迄个参政党迄个代表本来就是做 YouTuber 出身的嘛，所以做了解讲即马基层遐少年人想的是啥物嘛，所以伊即届会赢主要伊的理由就是讲有法度掌握迄个议题啊，民众去想啥物，有法度想掌握较展开，所以即届赢伊毋是赢伊个人的魅力，是赢伊政策的诉求的论述啊。哦，这压伫迄个时呀呢吼，我要请教线顶的洪老师吼，洪老师你也在日本在观察这个选举吼，你感觉即马尤其是亲像这参政党，即马这个党主席吼，这个叫做索黑卡米亚，伊这本身吼，吼神过中北啦吼，这人咧讲啊，这2020年才成立的啊。地方的参选人才出来，扑一个才是13个，这个起来吼，甲新时代的这个少年人的关系是啥物？这互咱阁想着讲，当初时的这台湾的时代力量，敢是安尼，还是讲无？基本上无共款。这届较无啥共吼，因为日本2年前嘛有一个叫石丸伸二。伊嘛成立一个再生之道党，哦，迄阵网络嘛是人气最好的啦。结果伊落选啥物？选东京都议员，42个，无一个调。参政党吼，伊基本上是有陆军的哦，伊有140个地方的议员。啊，伊毋加迄是网络咧作战，伊网络是收会员哦。伊网络的迄个党员已经有10万人啊，这是爱交钱的，毋是讲免交钱的。哦。啊，而且讲伊咧，咱日本咧选举是咪爱打迄个看板，足侪候选人拢无迄能力去打看板，伊一工全日本的看板拢打了，
表示伊是有组织性的啦。伊毋是敢靠空气的，靠网络伊是有组织的。伊即嘛是伫个众议院有3席，即届参议院已经是14席啊。伫地方的议员有140个。伊本身伊较早捌伫个大阪下骹一个市做过副议长的，伊嘛选过地方的议员啊。所以伊基本上是有咧经营的。但是咧，参政党伊即摆咧讲的是敢若日本优先，反对全球化，这两个是上明确的啦。但是其他的政见啊都乱的。伊就感觉讲，阮即摆就是那个小学生的。所以，阮对一寡问题，阮有意见，阮嘛咧学习，所以伊一寡政见上是几乎拢空的啦。但是即个党甲一个国民民主党两个在野，因咧关心的重点无同。国民民主党关心的是经济，关心的是财政，参政党伊是关心的就是啥物国家安全、国防，甲移民的问题，包括伊要主张就是讲。咱应该是要用一本新的宪法，唔是要修宪。所以关心的重点无同，所以未来自民党若要党落议题合作，可能方向就无啥共啊啦。安怎洪老师，你认为那自民党要找参政党来合作较容易，还是甲国民民主党合作较容易？当然啦，去年伊是国民民主党较紧啦。是啊，但是国民民主党伊就感觉讲，伊伫个免税额边，咱个老师嘛讲着免税额骗去我就坏。所以伊即届就是感觉讲，除非就是撕破换掉，伊才有可能合作啦。撕破在场就无可能合作啦。参政党我感觉，除非就是讲国家安全该合作，其他我想嘛足困难的。所以目前自民党伊就是讲要一个案来找一寡在野合作。唔是要用迄叫做执政联盟的概念啦，伊要用这方向来甲在野党来合作。安老师，我安尼一路听起来吼，其实咱过去观察日本的政党吼，真侪政党都敢若吼天花无一时啦，说一个就无去吼。你认为这个上主要原因是啥物？是因为日本有一个超稳定的结果，因的人民。真在意中，我政治的稳定，慢慢去，你唔通伤冲，所以呢，真侪政党冲出来了，说一个就无去，是这个原因吗？还是其他的社会因素？因哦，最奇怪就是讲，自民党也强，在野党就是立宪民主党嘛强，像即届自民党选了无好，立宪民主党老实讲伊嘛选了无好，伊票是减少的，伊趋势无变。所以两个你看主要的第一党、第二党，好拢好，歹拢歹，这就是安尼嘛。大环境无好嘛，所以大家对这现有的这两个系统，拢是无满意的。大家想要改变嘛？为啥要改变？就是生活较无方便嘛，就是讲物价上涨，薪水少嘛，所以因就大家感觉讲应该爱来改变。过来就是即届就是网络时代改变了。即届除了大家咧关心的参政党以外，有一个党足趣味的，伊叫做未来团队。伊是无迄未来团队党，伊完全拢靠网络工程师哦。伊即届有调一席，这足厉害，这是新的政党，伊拢完全拢伫网络，要用 AI 来解决这问题。所以这个嘛是来注意者，这个新的政党，我是感觉足趣味的。老师，想要一个问题，甲你请教吼，这摆的选举对咱台湾的启示是啥物？我是感觉讲吼，民意的改变，即嘛速度愈来愈紧啦。尤其传统的，就是讲，我咧看迄个传统的电视台的新闻的人，即嘛意见拢去互网络新闻所取代啊。所以传播通路改变了，讲自民党甲立宪民主党，因传统的就是咧顾传统的通路嘛。即嘛新的少年的出来，伊的通路无共啊，伊无看电视啊，所以伊的通路无共，伊的收视的资讯也无共，所以想要改变的方向嘛无共。所以你怎用这老的政党要解决新的问题，因无一寡新的办法，这是全世界拢拄到这个状况的共款的问题。
就是你用过去二战以后的这些人，先要解决现在二战结束80年所累积下的问题，已经都是没有办法了。哦，这洪老师，互咱一个启示哦，感谢洪老师，感谢。刷来，我们刷来平来吼，齐老师，洪老师他所讲，二战出世的这个红衣啊潮啦吼，婴儿潮战后即满70岁，在咱台湾个个拢是吼，啊，搁咧掌握权利吼，但是咱也看到这个网络世代的人一直噗噗跳噗噗跳。咱台湾虽然无遐严重吼，而且台湾相对来讲经济，即我要问的，台湾相对来讲比较韩国、比较日本，咱的经济情形是相对较好哦。是，吼因为咱早就离开着中国，因可能甲中国歪较近，是这个原因来尔吗？还是讲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中，日本其实是真济？过去发展以来，这个问题拢无法度彻底来解决。伊这个问题吼，应该是讲，迄个结构，từ战后以来，日本的结构是军事吼，是挖靠着美国啦，吼。但是伊家己做清楚的哦，中国大陆吼是一个足大的市场啦，这伊放袂开啦。问题是美国迄当阵冷战的时代，甲伊讲即马。一个冷战的结构吼，你尽量莫甲中国有迄个来往，但日本无可能放会开嘛，所以其实就算讲迄遮严格的时代，日本其实嘛有迄个日中贸易协定啦，吼，差不多是即种状况嘛是有来往啦，伊无放弃啦，但是伊先甲伊的迄个产业甲经济的迄个目标放对东南亚啦。以迄个时阵来讲啦吼，当然即马是全球嘛，无问题。啊，日本伊一定爱想办法吼，爱恢复伊的生产力，这一定的嘛，因为战后一片废墟嘛，伊爱想办法。啊，要安怎想办法？政治一定要先稳定啦。吼，伊政治无稳定袂使。第二个一定爱挖靠着美国来斗帮战，这大家拢知影。其实台湾嘛差不多是安尼啦。你若无先稳定落来吼。美国伊要安怎舞嘛，足歹舞的。啊，咱看到即摆的台湾的经济是安怎会当比较稳定啦吼。当然嘛，你若要讲伊无好，老实讲啊，你看咱即摆迄个餐厅，敢若定位听无，所以有时阵我实在都无法度理解讲，是安怎大概若选举就讲台湾的经济要崩盘咯，台湾经济啊，其实餐厅安尼设一年。大概就知影意思啊，迄种拢是口号啦吼，咱就莫讲啦。实际上的状况展现出来，大家就知影嘛吼。啊，但是咱嘛会当安尼讲啦吼，拄李前总统时代，毋是讲借机用人对无？毋好甲中国行了伤紧啦，吼，毋是讲你袂使过。其实人日本早就过，韩国嘛早就过啊。啊，伊是安怎？因为因看到即个市场太大个。伊若讲吼，甲中国的市场会当好的时阵。大家都食好斗金口啊，但是台湾是因为有政治上甲中国大陆的这种微妙的这种关系啦吼，但是不离个嘛是甲中国爱有来往啦，咱这个部分一定爱肯定啦吼，只是讲即马中国大陆有一寡问题啊，伊要安怎会当互咱台湾吼会当保持讲在即个较无确定、无稳定的即个时间点。台湾要安怎经济会当平稳？老实讲，这足要紧的啦吼。啊，当然，我都讲蔡小英时代啦吼，一直到即马，老实讲，大家基本上拢互伊评价拢介悬啦。老实讲是安尼那样，其实嘛拢互伊评价介悬啦吼。但是咱即马咱来看讲，日本的即个状况后壁会影响到咱台湾无？老实讲会。我是安怎咧讲？你看伊即届甲美国的即个关税战。啊，都一定爱讲伊的汽车，吼，啊，都爱搁讲伊的迄个什么，你的米爱甲我买，有无？即届川普拢，咱回想想看觅。老实讲，迄个石破毛吼，伊其实是功夫做到偌好呢？拄啊一开始，迄个主持人你讲啊，伊有做毋对啥物代志无？我会记你吼，顶届我直接讲过，老实讲。
日本的政治，từ岸田文雄其实早就有啊啦。哦啊，但是比较较展现出来就是政治甲金钱的问题嘛。吼，后壁搁迄个参权的问题嘛，对无？后壁安倍时啊，搁去用挖出来迄个什么深有学员遐有诶问题。唔管带一个，即届是安怎迄个石破模伊会当出来？你捌听过石破模有啥物问题？伊就较清气啊，看起来较清气。伊比较较清气嘛，你把伊有啥物钱的问题，爱查某人的问题，老实讲，伊比较较无呢。所以伊是其他的吼，当阵的迄个候选人高市早苗，莫讲因为女性啦吼，其实安尼比较起来，伊正讲比较较无问题呢。所以可能迄个时代吼，就去年迄个时阵，有法度会当互日本社会，虽然吼你看起来较，咱讲。莫讲个人话，我无安尼讲啦吼，伊较无人气啦，吼，啊个高教一个啦，所以伊要安怎吸收讲会当用伊的政治的人气会当吸收啊来支持伊，这其实是伊足大的一个政治的功课啦。但是看起来伊甲即嘛无做甲足好诶，问题是就算是安尼，伊3连败了，伊嘛无讲要落，伊佫讲我可以续投。哦，日本续投就是我可以当继续执政，是安怎继续执政？因为日本还佫足侪问题吼，所以我即摆若无解决吼，我一定爱伫我任来解决啦吼。啊，后壁的代志，看要安怎来调整，咱即个来讲啦吼。但是你即摆在野党，你有你的看法无毋对，你嘛会当提出吼，迄个国会迄个内阁不信任案，迄拢你的权利啦。但是我即摆甲你讲，我老实讲，伊足巧。伊知影讲，即马即个时阵，我算算的，你嘛唔敢。你若正讲要甲我并倒嘛是会使，想要出来看，即个命题吼，伫即马日本，我相信伫日本社会一定发酵啦。啊，正讲甲伊并倒了，向有才调会当出来看。老实讲，这个很为难的。为难的时阵是在野党，你想会当出来，搁一个自民党来，即马即个时阵想要出来。你听我，这是两个无共款的思考。即摆想要出来时是爱清理伊的烂摊子呢，就是讲咱清理战场，你要安怎创？敢若第一条，甲美国的关税谈判嘛，要接谈判贸易的谈判还未好势的时阵，即摆8月1号若过，伊搁还未好势。可能伊受到东来，我谈的好了，变做算伊的，啊我谈的歹拢算坏，都变安尼啊！啊，所以大家其实拢伫观望啊，但是有一个足趣味的，迄个麻生太郎，伊本来就甲伊袂好势，昨伊就先讲啊，我无希望你无支持，我无希望你搁继续哦。伊大概是安尼讲，其实还佫一个人爱注意，岸田文雄啊，伊就郑首相，伊吼再出山。我唔敢安尼讲啦吼，但是伊有可能无可能，我嘛唔知啦。但是知影讲顶届就是因为第二阶段的选举，伊规个拢活过嘛，所以石破无才有机会啦。头拄主持人嘛讲，老实讲，若是迄届若高市早苗出来，反正即马可能就无这问题啊。为啥呢？因为伊行的是安倍路线，吼啊，就亲像拄啊魏老师有讲。安倍路线就是啥？迄个量化宽松政策啦，吼，啊，甲迄个Joe Biden伊会较活啦。老实讲，伊的想法一定会甲川普会较活紧嘛，会袂啊？伊是安怎？因为伊即届党的石破模即届老实讲党的，伊即个党的吼，若要照讲，伊是对的呢。日本嘛有日本的国家利益爱顾呢，袂当全部拢石破模，我头拄要讲，伊其实是。礼貌拢做呢，议会咱会记议会册时阵，伊是迄个第二个全球第二个政治人物去见川普呢。第一个是以色列迄个纳坦雅胡对无？伊要去见川普，你爱乌米亚个早去啊！伊第一个啥？我投资你1条美金，一条。老师，迄是讲较紧啊。无啊，伊但是爱讲啊。吼，啊，第二个是讲，伊本来讲要收购迄个钢铁有无？伊讲好啦，啊，无用投资的名义，莫互你无民主。其实伊拢有做呢，伊毋是无做呢，伊嘛有开放呢。问题是川普伊的想法都毋是安尼。这就是市民歹的问题。所以就无法度啊，伊嘛必须要接受啊。但是你刷落来后壁要安怎谈判？哦，
这老实讲，我感觉前景也不太乐观啦。要接的人无济哦，陈老师。我想，谈到小齐老师讲的，讲无人接，其实足侪人要接的。哦，莫讲无人接，因为这位哦实在太肥的。对吧？你想日本台湾烧钱，我讲半暝人走咧去都有，莫讲那么紧。所以我想的一个问题是讲，到底进山要接伊，这是上大一个问题。吼，啊，当然是我感觉上有可能当然是高市早苗嘛，伊就讲伊要出来选了嘛，吼，选总裁。啊，但是伊即马高市早苗伊有几个优点嘛，第一较我安倍路线，所以呢，较受到这川普伊的信任嘛。其实信任问题，像甲齐老师他讲的，讲伊这个上啊，我讲一个较无输赢的话啊吼。当时安倍是安怎买手伊去对赌，伊当时是去对希拉蕊，伊无对川普，结果一个开票了，哇，都点着赌，所以呢，一礼拜后就去找川普。随便去陪伊去找伊。找伊原因上简单，讲啊，无你就什么马先来歹势后，要安处理？川普讲一句话上简单，你从日本的博弈。从因的迄个博弈是会开放，因的博弈啊，算讲赌场开放，啊，想要开放，川普讲简单啦，因为金沙集团的头家是我的金主啊，你若开放，我当然就帮你刷，结果就那是讲就开放了嘛，吼啊，所以这赌到我们也解决问题，这是一个爱够拍动到川普的心脏啊。第一名就讲，我的金主啊，你有开放啊，当然这是讲。所以老师，咱在讲石破无做唔对，但是无做对，这叫做好心做唔对代志啊。好心做无代志。对，就做唔对代志是安怎？因为伊都不了解川普的个性啊。伊上大去犯嫌就是讲，你无代志甲中国我要创啊，我特别来拍中国，你个硬个改硬要改填社会，但是这嘛无法度，因为石破茂伊。伊金主拢是遐来。听啊，第二点我讲，第二讲，伊就高教啊。但是你嘛掂就好啊，伊直讲。对啊，啊所以讲。我看伊推特顶头一直讲，一直讲。出头足济啊。出头足济啊，所以就是当地是迄个旧年8月。这唔甘愿做孤单老人。所以旧年8月中的时阵，伊来到台湾，伊就开始听讲东讲西。哦，啊当然讲啊，反正结果买手人咧电讲啊奇怪，你也无讲要，也无讲要支持台湾，嘛无啊。伊就反正就伫遐人就走啊。啊，所以伊来看就是讲，伊嘛是来欠阿强啊，伊惊阿强啊会报复嘛。啊，所以咱来看这个问题是讲，即马是到底人较适合来做过后个首相。啊，这个我再补充谈到迄参政党的问题啊。参政党呢，其实民意如流水啊，伊去网络伊嘛可能会网络倒，网络起来嘛网络倒。哦，我感觉是上重啊一点就是讲，因为伊的赢就是大家对这个。哦，伊有一个口号就是，日本优先嘛吼，甲川普共款。所以，佮谈到你，佮有一个问题讲，那假设那参政党伊要手若即刻起来，会对台湾有什么不利的所在？当然有不利影响，因为啥喏？以前台湾甲日本的遮好，有一个路线就是当然安倍甲迄个甲蔡英文的路线。其实即马石破茂甲即马按台湾哦，其实关系嘛还好，其实嘛食袂入，因为伊有个想法啦，伊就想讲，伊要反正伊就轻装的啊。哦，啊，第二就是讲，伊这个参政党伊的想法是只有，他排中也排外，台湾嘛是外国，因为按日本大国知嘛，因日本就是脱亚入欧，哦，这脱亚入欧讲，干嘛我就是有优越感啊，我日本人的亚洲上优秀的啊，你台湾嘛共款啊。哦，你讲的意思，所以讲，伊若从这个理想，也是伊若继续大买起来，其实我看对台湾嘛无什么好处，而且会造成台湾嘛是一个会有边缘化的风险，所以我来看呢，其实若为台湾甲日本的关系较好呢，其实若种是高市转变，伊这种是虽然是保守，但是呢，伊嘛会认同美国，嘛会认同台湾。哦，所以安倍如果一句话讲，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嘛。其实高市早苗遇到咧呼吁这个代志啊，吼，讲台湾有事，所以伊伫迄个4月底又来过台湾一抓嘛，吼，因阮按来伊，所以伊伫不管伫暗顿，还是伫迄个演讲是觐见总统，伊嘛特别支持台湾，伊是台湾日本爱成立一个叫做准军事的同盟，因为军事较会当彻底保护台湾的安全。
所以我看这届自民党，陈老师，高市的这意见，敢代表着自民党主流的意见？因为什么是安尼啊？吼，因为这个意见无意见是来看一部分，就是讲，毕竟自民党伊的主流是较属安倍路线，啊，当然是因为等下。当然是有人去讨厌伊嘛，因为伊那是讲高市嘛，伊的股票一边嘛，吼。伊嘛一支持啦。伊嘛是一支持，所以啊，就相对点就是讲，其实日本人嘛较怀念女性啊，较怀念女性，因为甲伊共款嘛，甲当然是要选美国总统，哦，迄个贺锦丽共款啦。我都科比个，所以贺锦丽嘛无法当选到美国第一个女性总统，所以。我来看，因为伫日本就是有一个嘛受这个观念，是讲啊，伊都甘愿选一个较袂讨厌啊，较袂迄个下部所的诞生这个石破啊，无就是安尼来。是吼，但是我要来请教桂老师吼，有个人讲吼，日本总体的问题就是这40年来，伊的经济资本主义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了，开始停起来，啊，佮拄着这个广场无用了后破了超20年，即摆拄着安倍所是拄啊才开始，但是也是无法度突破着就资本主义的基本啊，而且因的技术的更新，吼，啊，佮卡着一个问题的。你认为日本的经济的基本上的体质是啥物？我认为过去日本伊的技术的发展啊，伊过去有经历这个泡沫经济瓦解嘛，吼，伊个90年代了，啊，以前人讲咱是日本是失落的30档啊嘛，啊，就表示伊的经济成长率拢是维持伫迄种1%以下嘛，1%过去的像20-30档拢是安尼，啊，可以对成熟的先进国家是正常的，啊，主要是讲伊爱对着像美国拢2%以上嘛，你爱回到2%以上经济成长率平均，啊表现还是正常。啊，这个部分日本有拄着过去一寡问题啊，就是讲你泡沫经济了，就是银行嘛有整病嘛，因为银行贷账无法度收纳有整病，啊伊融资出嚟的金额变少，伊可以惊讲无法度收纳，所以企业就中小企，特别是有技术、有创新能力遐新创中小企业，它就几较困难的时阵。伊就无创新嘛，啊，无创新的时阵，你大企业嘛无投资，伊无法度个，伊有技术能力，伊拢做即种做耐用的，平均寿命做管价的，像汽车还是讲工具机啊。你买我一摆，我10年以后才搁趁你第二摆。对，过去日本是创新，譬如说 Sony 是1970年代有发明有一种开发这个 Walkman 啊，哦，这是伊的创新啊，这个精神要哪取代？啊，即摆就是讲日本伊即摆。伊的经产省经济部的政策有改变啦，就是讲伊无爱个家己全部拢家己做，家己技术爱欢迎外口的人来投资啊，共同来创新。譬如讲半导体产业，伊就欢迎一直就是爱希望咱台积电来投资嘛。啊，像美光也做一种记忆体嘛，有去广岛投资嘛，吼。啊，其实足侪外国去投资，这是未来日本经济。伊再成长一个重要关键因素就是来投资的时阵，啊，伊带来这个外国人，毋是这个参政人讲遐会犯罪的外国人哦，毋是这个蓝领的哦，是浅蓝领、浅色人有技术的蓝领的工程师，这创新人才来日本，哦，啊，这对咱台湾嘛是有帮助啊，咱台湾台积电过，咱嘛是会在向日本一寡特殊的技术来合作，啊，这成果嘛在回归到咱台湾变成。咱和日本变成讲一个共创的形态，啊，这新的物件有当时啊，不是产品的输出到美国，是技术的解决方案输出到美国，啊，这都无关税问题啊嘛，吼，啊，这部分就是讲，无论你在设工厂的时阵，重要是讲爱咱台湾、日本，还是讲美国会使开发出一个会使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创新方案，哦，啊，你生产会使，你若讲要到美国卖，你就到美国生产嘛。啊，伊就剩咧买到日本买到比日本生产就较无迄种关税的问题嘛。啊，就主要是讲迄个创新的解决方案。迄个物件在哪里啦？吼，啊，老师，上尾一个问题吼，他昨咱讲到参政党吼，你认为参政党对咱台湾，因为基本上我看伊政见拢无描写到台湾的，
伊对咱台湾的意向是啥物？伊目前当然是反对外国人，啊，重要最终就是反对中国人，啊，但是伊其他就无讲啊，所以伊是反中，但还看不出来是不是有台，啊，这是做明确的，就是反中不一定有台，哦，反中不一定有台。川普的要什么？要石破茂甲美国谈判上大的问题是安尼，因为川普咧讲关税，啊，伊是讲投资。两个频率袂对袂到啊！好，阿老师感谢，感谢三位，谢谢。好。